今日好開心，因為咧可以嚟到咧我哋荃灣商會啦呢間咁好嘅學校，一齊咧去舉辦呢個跳舞比賽。因為我知道咧小朋友上台咧必定係好興奮、好開心。隨住個時代改變咧，多咗家長係留意到全人發展嘅重要，即係話咧唔係淨係讀係咁咪書，就係咧多啲親身體驗啊，去玩下啲活動啊。嗱咁今次呢個跳舞咧，就正正咧就係讓小朋友咧就係透過合作，然之後咧就係去學習去。練一練嗰個膽量喺大舞台，喺個大舞台嗰度展示。咁呢個咧就配合學校嘅一路落嚟嘅發展。所以咧，你一叫我，我就即刻支持啦。有嚟啦，有嚟啦！哇！呢個時間咧就可以同荃灣商會學校嘅周校長傾下偈喎。周校長你好，你好。其實今次咧有一個好好嘅就係咧幼稚園跳舞比賽喺你哋學校當中咧舉行嘅喎。點解咧會有呢個活動嘅？嗱，其實咧學校一路咧都係提倡緊一個係幼小嘅銜接。嗱，咁咧就幼稚園教育咧同小學教育咧其實有好多共通嘅地方。係。包括咗咧，大家其中一啲重點培養小朋友嘅一啲嘅人際間嘅合作性啦，又或者咧要係訓練佢哋嘅自信心啦，面對啲新嘅環境唔好怕，又或者係勇於挑戰啊，就正正係幼稚園升上小學咧需要具備嘅。所以咧，我就透過呢一次嘅跳舞比賽啦，咁咧就係讓啲小朋友咧踏足下小學，又同時間咧喺一啲嘅新嘅舞台裏邊咧，就係等佢哋係攜手去合作去做一件好事。哇，非常之好啊！小朋友嚟到咧梗係開心啦，又可以表演。周校長，我見到你哋學校咧好多特別嘅地方，特別係嗰個咧太空艙，我都好想去啊！其實咧就近來咧都好多即係所謂航天熱啦嚇，咁學校咧就開創咗一個叫做航天嘅課程。咁航天嘅課程喺邊度發生咧？咁當然就喺我哋一個叫做多元宇宙嘅地方。咁裏邊咧就係橫臥咗一支嘅長征7號嘅火箭。咁然之後咧就喺裏邊咧就進行好多1至6年級嘅一啲鋪排咗嘅航天課程。除咗呢一個係比較多家長係關注嘅咧，咁另一個咧就可能佢哋就係欣賞我哋就係用英文嚟到係學數學啊、學常識啊咁樣，咁呢個咧係有利小朋友咧去未來嘅發展嘅。推介你去我個學校網頁，你 click 開佢哋啲小朋友嗰啲嘅演説，你就會見得到咧，即係我哋廣東話所謂有句叫喇喇聲啊，即係就好聽過我啊，真係講啲英文。所以咧，其實話咧嚟到你哋學校當中嘅小朋友，不單止開心，而且喺開心當中又學習到好多嘅事情。不如咁樣啦，今日咧有咁好嘅活動，我哋又俾啲鼓勵説話佢哋好唔好啊？各位幼稚園嘅小朋友，嗱，今日咧你哋喺個舞台上要盡力表現，做到最好。除此以外咧，都喺你哋遊覽學校嘅校園裏邊咧，又同下我哋嘅啲服務生嘅哥哥姐姐一齊咧，就係互相咧就係交流下，傾下偈啊，了解下小學嘅生活，達到今日嘅幼小銜接嘅目的。好，多謝晒周校長，我俾個 like 佢啦。